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屏东县的立委候选人苏贞昌昨暝来成立着竞选总部，县长潘平安去甲徛台助讲。伊讲已经甲高雄的财运局协调好势，未来高雄财运的上南平会延到东港。佮讲这是高雄甲屏东两个县市的共同努力。也毋过随后高雄市的代理市长叶匡时来洗面，讲伊乱讲话。叶匡时讲，这个可行性的评估拢无做，参一个影都无，伊毋知影这个案到底是啥物时阵确定的。我会当直接证实，高雄捷运伫我顶礼拜甲高雄捷运局开始开发路线，已经正式伫年底路线定案了后，就是为林园游来到咱东港。屏东乡亲有捷运通坐，立委候选人苏贞昌的助席活动，县长潘明安带来这项好消息。嘛，两个县市政府已经正式定案，你好唔好？讲是高屏两县市的拍拼，也毋过高雄市府市长叶匡时半暝随伫面册顶面写讲，这个高铁延伸到东港什么时阵确定的？可行性研究都还没有，连个影子都还没有，你就说了乱讲话，就说要确定新建，我就不晓得他这个确定的依据在哪里。批评讲这是假新闻，伫这进前，其实潘明安才为日本倒来尔，一天往回，为了推广屏东的建筑，这款的成绩，有网友真懊恼，将伊摕来甲高雄市长韩国瑜做比较。隔壁的屏东县是一个全台湾市政满意度第1名的县长，他在做这样的事。那我们高雄的这个韩国瑜市长呢，他现在还在干嘛呢？当这个真的是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，这句话就是这个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。捷运延伸案件伫高屏两个县市引起风波，选战的逼近，政治人物讲话举止行动，外界拢特别关心。